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日公司台记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今仔下晡新闻，咱甲主播台有制作团队搬到云林北港的五湖四海园的会场，伫南洋国小的活动中心哦。这五湖四海的工艺展览，今年已经是办第11档了。伊本地是一个妈祖出巡了后的过路仪式。 后来演变是献艺给妈祖欣赏，嘛是全国非常重要一个工艺师互相交流的平台。咱今仔的下晡新闻特别为观众朋友好好来了解这个逐档拢办伫中秋教育意义传承文化活动。咱特别先来连线好伫会场的记者上如，请伊来带咱看会场上新的状况。伊嘛为咱访问到五湖四海园的特点人蔡香伦蔡老师来为咱介绍解这个展览。 是，记者目前人就伫咧云林北港五湖四海园的现场哦，大家会当看到咧，这桌顶所摆的全部拢是工艺品，是要来敬献给妈祖保款。咱这个活动的创办人蔡香伦先生嘛伫咧现场，咱来请教伊个是安怎，咱来用办桌这个方式来做这个活动。哦，咱北港朝天宫300多档这五湖四海园是各局办会，甲这个破户，甲这个艺阵，因每年妈祖过。 这3月23过了，拢会办一个过路，选出明年的新的路主。这个过路这个仪式叫做五湖四海园。阮内底有草的、树的，看刀甲艺刀。阮103年就单独把这个艺刀扭出来，看就摆出即各位看的108刀安尼。安尼蔡老师，你敢会当带咱来小看一下咱达道有啥物物件？哦好啊，其实咱这五湖四海园伊就哪像讲咱这金木水火土，有不。 无共款，有金的、木的、水的、火的、土的，这个工艺。咱你甲看，咱遮嘛有做帽仔，有做这你看这脚趾头。像这剪念就是咱庙的顶面咧定咧用的这个剪念高姿色，伊就等于一间庙的艺术，伫咧顶面。这拄咱这吴老师伊咧做剪念。咱大部分若要看到这，咱就是讲一般古早厝拢迄个白壁，也是讲日本人迄厝嘛是有白壁。 咱迄是要甲装作是种保护，无迄歹。剪念未开始进前大家拢是做灰塑。较早拢摕一寡碗盘啦，也是讲破去的迄个灰啊，本身就是彩色的，所以伊就甲黏起哩。所有这个剪念这个物件。办这个活动呢，咱会当看到现场有无共款的传统工艺哦。但是咱想要请教老师其实咱台湾传统工艺已经愈来愈罕得看到。咱嘛希望讲，是不是会当甲一寡少年辈咱少年辈的工艺师，搁有咱老一辈的艺术嘛，请因的作品来到现。对，其实阮会老的师傅真济，阮嘛足济迄款足少年的师傅。阮会去做宗旨，就是希望鼓励做少年的。 工艺师会使一直创作，所以讲，阮来提供这个平台，互因来遮展览。所以你看，阮后壁做侪遮少年老师真正是会使讲，因会甲遮传统工艺学来，嘛是阮遮老师傅去甲因慢慢啊传承落来。像做这点帽啊，你看伊这嘛是金刚，这金刚这是类似这王爷王爷咧戴的。种帽啊，一顶拢袂少钱。 所以讲，跩老师因勤劳，就表示讲有这个市场互因，所以这舞台提供互因来遮展览。是协会这边拢总是有熟悉全台湾差不多300-400位工艺师但是咱今年就是干那邀请108位艺师来到现场展览伊的作品。其实上届希望的嘛是讲，除了互咱遮的工艺作品会当有所在通好呈现，互观众朋友了解，另外嘛上届希望就是希望咱遮的技术拢会当伫未来继续传承落去。 以上是记者卢尚如、郑俊尧伫云林的采访报道。感谢上卢俊尧、蔡香伦蔡老师早期北港朝天宫妈祖了境了后，叫班会破户组织艺阵团体，拢会为家己破户的妈祖来祝寿做生日咯。破户就亲像是现在的职业工会。今仔日会场的团圆妈祖，早期是北港做豆干、做豆腐、豆制品破户红晒的妈祖，跟真顺豆干妈。蔡香伦老师的家族就是豆干铺的成员。咱要继续来了解本地过路仪式是安怎来演变成做。 今仔的工艺展览。
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成员，也向好豆干铺的团艺妈来禀告，要请伊去到5号四海园的会场。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中秋节进前，会办108道的5号四海园来敬献予北港朝天宫金金顺的团艺妈。不过，这108道出的不是料理，拢是台湾各地的工艺师准备因上好的工艺作品。除了着咱敬神的这个贡品之外，咱阁有看道的部分，然后艺道的部分。所以咱的这个艺术品每以一个老师互伊一道去传伊的艺术品，做算讲敬神嘛是展览。拄好之前看到一寡。迄个介绍，我较了解讲，哦，原来这是因为看到这个元素去扭出来，甲放大，变成一个工艺展览。伊内底吼有各式各样工艺老师的作品安尼，这足传统的物件安尼，我感觉这献落妈祖，我感觉足有意义的。北港较早各行各业拢有家己的铺号，就亲像是现代的志愿工会。每当妈祖入境结束，大家铺号举办会或者是家庭团体，拢会举办过路仪式，来办明年新的炉主。完成了后，再过来举办5号四海园替妈祖祝寿。这场5号四海园要祝寿的团艺马，就是原地北港金金村豆干铺红西的豆干马。豆干铺做的人少啊，所以阮哩怎都有这个工艺展览。阮想都要用这个工艺展览来加入这个。咱豆干铺，变讲互这豆干铺伊的这个严格会使继续落去，所以阮的名阮嘛无改，伊就是北港朝天宫豆干铺金金顺。迄当阵伊嘛有甲妈祖部请示讲，无就互咱这个工艺师吼，原来互咱工艺师这个会来挂炉主好无？妈祖部嘛有同意，所以就变做讲，团联妈，讲豆干铺妈祖就变成咱团联妈祖。办108道，其中72道是传统工艺，36道是创新工艺。工艺作品各按照辈分来排。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讲，5号四海园维持传统，但是嘛爱用创新的方式来进步。唔那是延续传统，嘛希望让大家继续进步。嘿，一种肯定嘛，一种荣幸。安怎讲啊？因为我会感觉我的作品会当伫遮来展，然后大家人欣赏了后，大家人讨论，会当看互咱的物件，搁更加进步。当年咱诶。艺术就是烹出来每一道菜，就是都带来较劲，来去拼我们的手路手艺安尼。咱会当来互相的交流，交参考因的意见，然后买当讲会当学习因的工艺的做法。在法师的带领之下，拔炉主的仪式伫团艺马的面前来进行。协会表示，新的炉主拔出来了后，过炉的仪式才拄完成一半。新的炉主来问妈祖婆，讲看伊什么时阵要去新炉主因兜，算讲做客就对啊。拔好时间了后，迄天请妈祖去因兜安坐，才开始整个完整的一个过炉的行程安尼。协会讲，因为信仰，互大家活做伙，因为感谢妈祖的保庇，才用5号四海的山山海战来敬献妈祖。团艺马的5号四海的高大举办在一届，除了传统敬献的菜式，嘛希望来自5号四海的工艺师，会当做伙来延续传统的工艺文化。记者林慧婷、云林报道。今年拄好嘛是北港朝天宫330周年，妈祖的祖碑阁地方人士的走藏，甲全台湾东西南北艺术拢靠来北港为妈祖来献艺，大家嘛通互相交流求进步，上满汉全席的概念，计共有108个工艺师，108项的作品，用办道的概念，一人一道，大家甲家己上出色的作品提出来等，有雕刻。装笔、夹子、设计，阁有剪染、新种、纸雕、彩绘、艺稿，各种无同款的工艺，展现出咱台湾工艺的水哦。和传统的技艺，卖当代代传落去。今年阁特别安排北港的金星村开锣鼓的演出，这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伝統文化，咱嘛做伙来欣賞。果老草果吹拢出动，伫5号四海园门口摆场，这个被106年历史的金星村开锣鼓，要为妈祖祝寿。咱受个5号四海这工艺马邀请，咱来为工艺马祝寿。一开始先摆场扮身请神，过来就奏乐，以后到同后壁才会做上神烧金的动作。金星村开锣鼓伫185年成立。为迄时开始，替北港朝天宫妈祖奏乐。日本时代皇民化运动大量庙市受破坏，不过因为北港朝天宫帮忙，也是甲金星村保存落来。2017年后，云林县政府订了做传统表演艺术文化资产。
这个伫105年创立的金星村泰鲁阁，到明年就有160年的历史。不过这阵因也拄着传承的问题。妈妈就支持的，因为帮妈祖这样开路，觉得说还不错。有的人嘛想要参加嘛，无一定讲有材料入来参加安尼啊。因为咱学的物件，无一定讲你学1、2个月。我就学，咱学足侪物件，小乐、小草，啊大草拍鼓、喷车，对啊，拢是爱豆学的。自清朝时期起步，经过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真无简单，一路行到大。金星村开路阁当咧透过办活动，互少年培习在北管文化，产生兴趣。嘛有代表性的北港野马祖开路镇通带团。记者林玉凯云林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今仔的新闻。今年第14号的风台普德松昨暗形成轻度的风台，气象署预测风台会往琉球的方向移动。甲北比加风台是同一个路线，拜时是瓦咱台湾上近，暂时是袂影响台湾。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17无排除会来击做今年第15号的风台苏力，暂时嘛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中秋节，不管是要烘肉，还是食油仔配茶，上重要的是团圆。嘛会招亲戚50斗阵欣赏过牛。不过，倒一个所在过牛上界清楚，气象署表示，中南部的过牛上清上水，若北部的云较济，要看过牛就爱看运气。东部这2天会落雨，要看过牛是较有难度。东半部这一带的云层比较厚一些，赏月指数相对上面是比较低的。桃园以北到北基的这一带，可能会在云中碰碰运气，看看月亮。新竹以南比较偏向晴朗的情形，所以赏月的指数就会比较偏高一些。另外，目前台湾附近的海面上有2个风台，八比加甲波德松。八比加伫拜一透早登陆上海，波德松伫咧礼拜暗时形成，路径甲八比加足共的。气象署预估拜四会上挖近台湾。除了这2个风台透早伫菲律宾的海面上，佮形成一个低气压，气象署预估拜二有可能会形成第15号的风台苏力。目前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比较明显的热带系统。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已经登陆到中国上海一带，而今年的第14号台风普陶桑是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形成的。而至于今天早上8点，也有今年的第17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它在菲律宾的东方近海附近。也那这2天中秋节的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受到风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天气拢真无稳定，尤其是东半部甲恒春地区，拢会规天落阵雨，甚至是闪大雨。台北地区爱留意短时间的阵雨，中南部的天气就较好，不过嘛是爱留意过昼了后的西北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18支五股，即上一个驾驶伫生态路顶头，连续去弄着10台的汽机车。伊向警方表示讲，伊的身体无爽快。前几天泰山的民治路嘛，阁有一个驾驶，嘛去弄着路边13台奥多拜，阁去弄着路里2台汽车。虽然这2件车祸的驾驶拢无啉酒赛车，也毋过警方是怀疑讲可能有食毒，嘛已经送验咯。这台白色的轿车伫路西甲摇摇摆摆，启动着头前的交通牌啊，车头赶紧回正。不过规路拢安尼摇摇摆摆，甚至弄着头前的车，hand路路换袂在，车身轨向正边偏过去。路边几落台奥多拜规排倒伫咧涂骹，拢是由这台车弄着的。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泰山，警方调查发现，这个21岁姓区的查甫人，14暗10点半，车驶伫咧明治路2段。去弄到11台奥多拜了，又搁弄到2台驶经过的车，好佳在拢无弄到人。不过，互伊弄到这2台车，其中一个人被测出酒测值是0.15，因为警察认定是伫咧广岛范围内，所以无开单。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肇事男子无酒驾情事，但不排除有毒驾情事，因此我们依规定采集尿液送院。警方伫接到报案了，遂派人到现场。伫找陪警方处理的这件案件，刚好也是车漆毁掉。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5股的成泰路，这台黑色的轿车启动到路边10几台汽机车，连续这2件案件，驾驶拢无酒驾，有人讲身体无爽快。不过警方无排除是毋是有人食毒，已经将伊的尿送去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咱今仔的新闻现场是伫云林北港5湖书海的会场，咱要继续来看
新闻，桃园的复兴山区哦，伫昨透早崩山路未通，有300多人哦掉伫山区，这路嘛恐惊无遐尼紧地当畅通，无真是清一条便道，互游客当方便落山。路断做2过，复兴区雪文南部路连外道路半边桥，因为是伫川向地站，连日落大雨了后，结果松软。拜六暗时都有一寡落石，好佳在区公所当时已经封路。礼拜早起发生大面积崩塌的时阵，好佳在无人甲车经过。预计早上要去抢通，结果早上呢一早。里长就通报，他整个就已经瘫下去，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封锁的部分就当下就恢复既有的旧有的通道，想办法先行打通。公所接到通报，会动辖区警方甲应护单位到现场评估半边桥受损严重，要修理好恐惊需要时间，决定先抢通旧路。大型工具机进入了后，清除路面的树瓦、石头、土沙。不过因为通往部路有关架坎，人员用行通过，天保垂直稳定路基。礼拜下晡2点50分抢通。辖区环境协助交通管制，互游客会当顺利落山。因为旧路较细条，无法度小险车，现场暂时敢若出无入。拄到山区落雨，会看情况管制通行。抢通那个便道，从以前都是走的比较蜿蜒的道路，比较窄，还是可以通行的。桃园市政府会伫拜一会同相关单位去现场研究后续安全修理，而且目前在山区电梯要拆修，嘛会讨论安怎协助部落居民运销农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昨暗又过一个1岁半的查甫囡仔不幸过往哦，伊24岁生，王的妈妈甲后生交互一个生4年年宝，过24点钟，这个查甫囡仔若顺去隔着未喘气，送医不治死亡。不过警方甲社会局是发现讲，这个查甫囡仔身躯有真侪伤，这个年宝嘛无执照，已经交互司法调查了。公寓大楼的住户进出拢正常，但是楼骹的警卫啊，却无愿意加讲。台中市北屯区15号暗时9点左右，一名1岁半的男童疑似因为吞着异物，踢着呼吸道未喘气，去赶紧送医，但是经过抢救，依然宣告不治。两步啊，我唔知感觉奇怪。哎呀，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所在是很多那个家庭主妇都是会，你讲倒床囡啊，就是等于那里存万块。本辖某民宅内有幼儿紧急救护案，初步了解为幼儿不明原因吞咽异物，经通报119到场，并送医急救，为该幼儿急救无效，宣告不治。台中市府调查发现，男童妈妈24岁王姓女子，今年3月经过朋友介绍，将幼儿交予48岁新姓女子24点钟照顾，每个月费用25000块，但是新女无保姆登记，也佫违法收托4名幼童。15号迄一天，新女带着1名收托的囡仔出门，由家己的2个囡仔照看其他幼童。返来厝了后，才发现1岁半的男童面色反白，急救过程为喙吐出1颗银角甲7坨米。另外也发现男童规身躯有大面积的身骨伤。从男童嘴巴取出1元硬币及小玩具，并发现男童全身有大面积性旧伤。经查审，姓女子没有保姆登记证，违法收托。社会局表示，新女针对详细好人虐待，强调是男童摔着伤或者是弄着，违法收托是已经违反《离校款法》第26条，会处6000块至3万块的罚款。警方是已经报请司法来调查，要厘清男童确切的死因。记者台中报道。乡亲朋友，咱今仔的新闻会场是伫云林北港五苏海岸的会场，咱专工来遐了解一寡传承文化活动，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咱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川普昨去拍山桥的时，附近有人夜青，结果互人发现了后，伊就赶紧绕跑，伊人嘛互警方抓起来了。川普的竞选团队是讲，川普人平安。伊的竞选对手副总统贺锦丽是谴责这款暴力的行为。包括救护车带来真侪车队经过市中路摊的过仔路，这个官员表示，伫咧前总统川普人正伫咧惠州会高尔夫球拍球时阵，特勤人员注意到一个查甫人拿一支 AK-47步枪，正靠向着高球俱乐部。特勤人员开枪，这个查甫人清淡的赛车逃走。In the bushes where this guy was is an AK-47 style rifle with a scope, 2 backpacks which were hung on the fence that had ceramic tile in them, and a GoPro, which he was going to take pictures of.
So those are being processed right now. We have somebody in custody right now. 警方表示，这个枪手被发现的时阵，离川普差不多270到460公尺左右，且已经和警方扣留。警方讲，嫌犯知影家己被发现就驶车逃走，现场有人将车祸寄来，警方依照线索抓到人。Immediately sealed off the area. Fortunately, we were able to locate a witness that came to us and said, "Hey, I saw the guy running out of the bushes. He jumped into a black Nissan, and I took a picture of the vehicle." 这边川普礼拜行程并无公开，伊大概拢是一早起拢拍高尔夫球，结果伫咧俱乐部食豆。伫拍球时阵，球场有部分关闭，前后几栋拢有特勤人员伫咧警戒。川普定义的发言人史蒂文章伫社群媒体发文，讲担心川普的人身安全。川普的竞选对手副总统贺锦丽大文谴责目的，伫咧9礼拜之前，川普才伫咧一场竞选活动被枪击，伊也受伤，希望村的慰安就被检讨，了就对川普加强保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小镇哦，最近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调，双方伫14号交换103个战俘，佮有阿兵哥，计共206个人，甲因放出来。这嘛是双方第57届双方交换战俘咯。Так радий почути ваші голоси, не хвилюйтеся, я тепер в Україні, на рідній землі. 警察头抗乌克兰的国旗，但予俄罗斯释放当去乌克兰的士兵甲出来人讲电话，心情真欢喜。俄乌战争超过2年半，双方拢有掠对方真侪军人。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协调之下，双方伫当地就是互相交换对方103名战俘，当中206个人互释放。Появилось такое облегчение сразу на душе. Уж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я поеду домой, уже все позади, что уже не о чем переживать. Хочется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сказать. 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今年协调的第8届互相换战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届换回去的人拢是伫8月7日，伫俄罗斯边境库斯克地区，和乌克兰下境攻击所掠的军人。这些人大部分拢真少年，是201个士兵。暂时，这俄军已经互送去白俄罗斯国内，在当地接受生理甲医疗协助，而且会当自由甲亲戚朋友联络。乌克兰捌表示，8月攻击库斯克了后，有掠至少600名的俄军战俘，对交换和俄罗斯掠去的乌军真有利。这次的换人行动嘛是乌军发动突袭了后，双方第3届交换战俘。Десь приблизно 3 години тому ми заходимо в автобус і вже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ми їдемо додому на свою землю. І от тоді все стало зрозуміло. Коли ми заїхал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Білорусі, ми вже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100% ми будемо в Україн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换回去的战俘内底有82名士兵甲21名军官。由于俄乌战争开始了后，双方已经换人57届，乌军嘛换回去3672名军人。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再来看，洪认为是今年亚洲上强风台摩羯，伫缅甸嘛造成淹水、有水崩山。官方表示讲，已经造成113人死亡，也毋过实际上死亡的人数可能阁愈侪。目前阁有64人失踪。另外，中东风台被避者，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指出讲，今仔早起7点半左右，伫上海的浦东登陆，是1949年以来上海上强的风台。风台摩羯，地属缅甸落大水后，道路淹起，霜冻厝体，小船出动，甲受困的民众救出来。摩羯的围绕阁引发大水甲土石流，地属重大死伤，超过32万人互强制撤离，阁有人失踪，当局是继续搜救。大战几十年的缅甸拄到摩羯，人民是更加痛苦，已经有超过23.6万人互安置伫187个救援营。军政府则是罕见向国外求助。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摩羯是今年亚洲上强的风台，扫向越南、辽国、海南岛、菲律宾，并且伫缅甸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国营媒体则是报道讲，5座水坝、4座宝塔，将近6.6万栋的厝体、375间学校，阁有1座寺院，拢互毁掉。数公里长的道路甲其他基础设施拢互冲走。伫太平洋地区的贝碧加风台已经登陆上海浦东临港新城。根据中国央视报道，贝碧加登陆的时，中心附近上大的风力14级，等于是每1秒42公尺。中心上低气压是955 HPA， 是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上强的风台。登港口内外海域拢发布海应预警。油布全部都盖好了吧？10级大风
应该是一点事就没有了吧？台风很快又要到了，这必须要休息一下。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目前风雨无停，不过被劈解的速度有小可减慢，建议民众踮伫厝内，并且预报16个日时，安徽中东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水雨，降雨量大约是100到190毫米。上海浦东、金山等等真侪地区停班停课，上海地铁高架地面路线暂停服务，市内所有高速公路拢封起来管控。浦东甲青州机场当天是取消900班机。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咱今仔下晡新闻是伫云林北港一档一届的大活动，我乌苏海盐的会场来放送哦。今年我乌苏海盐已经是办第11档咯，伊逐档哦拢办伫中秋团圆的日子哦。来自全台湾108工艺师会做伙来献艺，为团圆妈祖来祝寿。现场哦有袂少11档来，逐档拢会来斗劳力的工艺家，伊嘛拢袂唱播，愿意甲因的技术佮有经验传承予有心想要学的人。咱即马特别请记者碧君甲玉凯带咱来看真精彩的工艺品，嘛来听工艺家哦，因是安怎来看待这个交流的活动。是记者即摆伫咧北港的五湖四海宴的会场，即摆会使看到伫记者边仔即组咧是工艺师柯德干老师的展览作品，一个双鹅来抱一只兔仔，即个造型哦是因应中秋节。即个柯德干老师咧做即个展览艺术是已经有1架子的时间咯，咱来听因的经验分享。有铁啊架咧，冇只暗度有哪过起来，过这摕起来，过这摕起来咧，冇过来。就是念这灰啊，这灰啊就是咱过去咧，嘛是咱拢用碗，用碗咧嘛卡落咧做的。伊这衫咧飘迄款色面，所以咧嘛，咱相当的困难就是伫遮，因为这衫会飘，因为咱碗卡起来灰啊是死的嘛，因为固定就是这个弧度的嘛。所以就爱安怎有那扣啊，这个弧度拄会和谐，才念落安尼。是听老师分享，这个展览艺术是真有路，爱真有耐心。现场也开放互民众报名，动手试看卖展览艺术爱安怎做。那即几工五湖四海宴拢有侪工艺体验课程，会使来上课，是真趣味。另外，伫咧即个五湖四海宴呢，就伫即个云林北港的南洋国小活动中心举办，由老师趁即个机会咧，带学生来参加、来参观即个五湖四海宴，就趁即个机会伫同一个所在，就通看到来自全台上厉害的工艺师的工艺作品。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台的连线报道。今仔阮台记台的团队来到云林的北港在地报新闻。今仔嘛，甲北港的南洋国小合作，提供囡仔一个新闻媒体识图的台语课哦。实际上，互遮学生囡仔来了解讲新闻是安怎采访、放送甲制作，嘛要教遮的囡仔哦，伫咧看新闻报道的时，嘛爱有家己的判断甲家己的主张。咱就来看囡仔的一个新闻的母语课。公司台记台甲咱的新闻摄影片播出来，10月7日咱来到云林北港的南洋国小现场呢，咱有采摄影机，还有拍电光，嘛有主播台，就是由咱的新闻主播来替学生囡仔上课，嘛办一个学生囡仔的台语新闻主播课程，由学生囡仔来试做主播看卖。大家好，我是南洋国小的苏碧云，好看节目一直来。就看公司台语台，南洋国小的囡仔上厉害，逐天新闻带你看天下台。学生轮流坐主播台看文稿，对镜头开嘴自我介绍，练习讲台语。为学生担当，有的讲起来也阁不正有班。比过演讲比赛，学生讲虽然短短啊，不过也是真紧张。为4年开始练闽南语的比赛，练到5年去比赛，到区赛。那今仔日来做主播的感觉？就是足紧张的。我是感觉吼，增加因对以后的要从事的活动的工课，能够有一个体验讲，原来你做一个主播，你可能需要具备的能力。
学校老师表示，家己嘛真想要了解新闻工作人员普通时是安怎伫做工课。即马伫学校内就通看到，伊认为这对学生来讲是一个真好的体验，通互因了解各行各业伫做啥，启发应对未来的想象。记者卢尚如、郑准佑训练报道。蔡观众朋友继续过来看今仔日的新闻哦，咱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洪基亚觐见，今仔已经是第12天咯。伊的律师今仔早起嘛去甲伊见面，外界嘛总真关心讲检方敢会搁第3届来提审郭文地，还是讲测谎，还是讲对质咯。另外，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嘛铺文强调讲，内政部规范的农业奖励上限是20%，全国拢相像。台北市是以细部计划来增加金华城的农业奖励，完全无违法。郭文地受羁押禁见第12天，委任律师郑清源一透早现身台北看守所进行律见。您下次来帮他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没有回应，好，谢谢。伫内底买2点钟，郑清源面对所有的提问拢无讲话。毋过检方敢要规划第3届提审郭文地，阁有出示白册话来甲在押被告对质，拢引起外界高度的关注。也若新庆京伫顶礼拜5第2届身体无爽快，戒护就医，委任律师岳峰如当暗申请举报，停止羁押。基于人道的考量，他要慎重的去调查。那最后当然还是尊重法院的决定。北院昨仔表示，敢要继续羁押禁见，应该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待征询检方意见、甲北所有医疗院所意见，确定要伫拜一做出裁定。民众党甲立委黄珊珊最近是小连续用图卡甲铺文，强调内政部规范一般性用奖上限20%，全国是同款，而且台北市以详细计划。互金华城用这奖励完全无违法的问题，毋过引发调查议员反驳。金华城违法取得容积奖励的部分，其实我们针对的不是他容积奖励的额度，而是他取得容积奖励的项目。黄前副市长又说，他们当时是引用都市计划法25条，市政府认为金华城有这个必要。于是就给了他们，帮他们修这个计划。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黄前副市长是帮金华城解套了，但是却把公务员推入更深的这个深渊里面。都市计划法本来就有授权地方政府就容积奖励的部分，在施行细则当中来规范。业者当然有权可以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来自提。台北市政府收到了厂商业者的陈情，依法来进到了都发局跟都委会研议跟审议。那这些也都是依法办理，并没有主动或被动的问题。另外，郭文地的看守陈培基日前受访问，真足列出瓜家的5大金流，检方无排除搁再传讯陈培基。也拿北检为着自称分案侦办涉密的代志，也以证人的身份传唤网媒、电视台记者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有金管会主委彭金良，今仔去国泰世华银行视察银行打击诈骗的成果。杜英泰是表示讲，明年有编73亿预算，要来防止诈骗哦。另外，针对新光金并购案，金管会嘛表示讲，中信金已经报警了，利息就会知影结果。想请问一下，今天领这笔款项的用途是什么呢？现在领钱还要身份证哦。车主假作面状去银行的柜台想要领70万的现金，行员发现无写到，甲伊挡落来。原来这是国泰世华银行甲刑事警察局合作所演出的反诈骗进行局，就是希望各银行爱提高警觉，阻止诈骗。被锁控的账户有高达90%，在之后变成警示账户或其他不法可疑账户，让诈团无法操控这些账户。因为国内直连发生金融诈骗的案件，行政院长杜英泰加金管会主委片金龙，昨日到国泰世华银行视察银行业者安怎透过联通机制成功阻挡诈骗。杜英泰表示，中央政府明年已经编73亿的预算要打击诈骗，以后打击诈骗需要建立生态系。因为银行业者是以 AI 建造诈骗侦测模组，强化预警系统，同时升级卡片的安全锁，防止互人盗入。而最近若是金融诈骗的案件，需要注意，台新金加中信金拢要抢新光金。金管会态度正关键。如果循公开收购，那就是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来进行审理。
那相关的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并购行为，我们都有对应的法律可以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审查。银行局在这边重申，有关并购过程甲结果，金管会会确保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按算伫咧利息做出准报。因若进行团购买厝人贷款爱排队。自从银行工会建立银行房贷资讯揭露专区了后，银行局表示，目前民众定情的案件已经变少。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桃园中立一个音乐老师，在2021年拒绝警方的临检，和警方上手铐，双方是互相提告。伊是毋是判这个警察涉犯公务员强制罪、佮妨害自由罪，伊和警察互判刑。中立分局佮爱赔这个老师20万块。桃园市警察局是表示讲，尊重司法的判决。2021年4月，桃园有一位音乐老师詹慧玲，要去上课的半路，互警方以行令可疑为理由，甲伊抓来盘查。因故伊认为无凭无据，拒绝提供资料，所互警方以强制力铐手铐。双方迄当阵互相提告。桃园地检伫去年作出判决，4业的环境被判强制罪，抑个妨碍自由罪，分别处4个月甲6个月有期徒刑。就被告犯行分别量处有期徒刑4月、6月，并就强制罪的部分预支1颗罚金的折算标准。本来中立分局希望赔偿詹慧玲20万，因过詹慧玲认为责任无应该由环境个人负责，所以伫去年3月2日由律师陪同到中立分局递交200万的国赔申请书，希望会当促进警政纪律的改革。它背后是一个行政体系堕落的问题，是从上到下对于警察职权过度扩权，甚至不理解自己工作范围的一个严重的错误。伫这份判决出来，法院判中立分局应该给付詹姓女老师20万780块。中立警分局回应讲，针对女老师被涉盗的这件案件，一直未判决结果，一切拢依照司法判决来办理。当所涉及这件事件的4业的环境也已经承担处分，4业的环境也已经登去职场服务，尊重法院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今年6月高雄一个查甫人哦，伊啉酒了后倒伫车顶吹冷气，警察临检认为讲伊食酒驶车，该移送法办。后来哦，伊的朋友作证讲伊的车无驶叮当，落尾检方是无起诉处分，也毋过嘛是爱罚6万块。环境巡逻发现启动车违规停伫的人行道，查看发现坐地驾驶座查甫人全身酒味，要求对方酒测。超过0.25哦，那要回去跟我们做一次记录哦。酒测达超过0.25，查甫人讲，迄时阵伫车顶吹冷气，困1点钟无驶车。啊，毋过检方认为这行为是酒后驶车，照公共危险罪将人起诉，约罚6万。啊，毋过也亲友举证车静止1点钟的资料，检方最后无起诉，啊，毋过6万的罚单无法度撤销。一定要告啊！司法单位都没有办法给民众保障的话，或者是司法单位判决连公务单位都不承认的话，那应该做天下大乱。不管检方认定无酒后驶车，啊，毋过爱罚6万，家属申诉也被驳回，决定提行政诉讼。已启动引擎，且处于得立即行驶车辆离心之状态，已对交通安全形成一定之干预，应可认其属驾驶行为。本文局依照上述规定执行取缔酒驾，唯曾尊重检方处分。依据行政法法第26条第2项规定，即便刑事不起诉或无罪，行政机关仍得依法裁处。所以在刑事跟行政有一致的看法之前，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警方回应，根据交通部定期的驾驶行为是已经启动行进，而且爱马上驶离开状态，所以认为查甫人牵涉酒后驶车开罚。律师提醒，酒后驶车超标牵涉刑法甲道交条例，就算刑法无起诉，也是可能会出现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警察局的交通局试办一个新制度，逐个月满意度前3名警察要发1000块的奖金，佮记1支嘉奖哦。因为外界是烦恼讲警察安尼敢会拼业绩咧，引起质疑，所以这个新制度就暂时先取消了。
去餐厅食饭，有真侪民众也伫咧网络评论着餐点，还有用餐的经验，卖斗拍分数。这种模式嘛要套用伫咧台南市警察局第1分局交通队的基层员警决定。12号开始，因针对着员警来试办服务满意度调查，每个月得到民众上悬分数的前3名员警，会当摕到1000块的奖励金，还有嘉奖1支。对此，民众的看法是一面倒。警察跟餐厅那种服务不太一样。它不是完全的服务性的性质，也有可能会有人违规，然后被开罚之后不爽，就说他的服务可能不好之类的。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屏蔽我觉得可能帮助不是很显著啦。有的人会很喜欢去按，可是有的人会按了赞再给你加一个负评。这样也没用啊！真侪人认为评比可能无够公正，嘛烦恼有人因为违规互开单，颠倒互员警加分，造成因执法的压力。通过民众自发填写表单，每月选出3名获得肯定的同仁，于联合勤教时公开表扬。但因考量社会观感，今日起取消奖励措施。第1分局回应，当初是为着要表扬交通分队同仁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还有服务态度，才设计这个评比方式。试办进前调查过基层的意见，拢无人拒绝，因为考量到社会的观感，嘛决定15号开始取消这个措施。记者王立条明交款台南高雄报道。台记台今仔在地报新闻哦，是伫云林的北港，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新闻的大细项代志。咱做伙来看一档一届的热wat潭收水的活动哦，昨举行。主办单位是表示讲，今年参加的人数有22000多人，是有史以来上济的一档哦。今年已经75岁，前总统马英九嘛已经是第11档参加咯。真侪收水人到热wat潭落水向前游，场面是真壮观。热wat潭万人引导活动15早起正式开始。人伫水上摆甲长乐乐，享受热wat潭美丽风光，也挑战家己体力甲耐力。不少人也是为外县市组队来，透早就到热wat潭，也有不少人每年拢参加，甲家己写记录。我来这边游过3次，那第1次是带小朋友来，那第2次是带客户来。应该有，因为先前有去学那个开放水域的课程，所以这样比较有安心感。这样。74岁前总统马英九今年同款也来参加，这是伊连续第11摆挑战。不过因为已经接近引导年岁上限75岁，今年是不是最后一摆呢？也引起关心。还会来吗？明年？我们再往前后，帮我比个赞号。在我们相关的救护的体系上面，其实是蛮吃力的，因为它是来自全国的所有的救护体系，那能不能克服哈？我想这个是必须我们要再跟所有的相关单位研究的。官府表示，今年参加有1869队，人数22606人，创新高。所以外界希望增加拥堵次数的建议。不过馆长柯秀华表示，虽然对员工有帮助，不过要考虑真济方面，才过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菜市啊，是学台语的好所在。台南市文化局举办的台语月活动，专工安排大家去踅真有历史的东菜市哦，互大家一边买物件，一边来学台语。外海甲内海的虾啊，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头家甲大家说分明。这个海产摊有现捞的四卡啊、金马甲河流等物件。这一次呢，雄雄叫少年人翻做台语有困难。这回台台语月活动，特别规划用台语踅菜市，然后大家学到台湾话的生活用语，嘛趁机会甲要失去的用语，搁捡倒转来。这个唔捌用台语，含嘛家己咧踅菜市啊，嘿，这台语踅菜市是还是无共款的滋味啊。亲像伊咧介绍讲石斑啊，一寡无共款的鱼啊，因为我感觉毋是讲大家人厝内底拢会煮鱼啊，所以我拄好对鱼啊较有兴趣，所以伊咧讲鱼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印象安尼。来踅菜市的人，这是台南东菜市对日本时代传到今有120档的历史，市场内拢总有308档。
东菜市自治会指出，伫遮做生意多数是济贵人，若无讲台语，颠倒的袂管事。地区将近90%拢用台语。另外，为了将学到的思虑记录落来，台语老师嘛教大家安怎用书典学习正确的台文字。迄个台语的学习，毋是像咱以早拢打用安尼口传的安尼尔，咱一定进展甲讲，咱有一个系统化的标准啦。啊，咱是毋是爱跟囡仔做伙，行迄个系统化的标准？啊，豆豆啊，搁较济咱听到的物件收入来。讲台语来买物件做生意哦，感觉大家拢足亲切啊，有一个认真味啦。大部分拢伊也用国语，阮嘛是听有，但是阮会甲回台语，互伊知。主办单位讲，民众拄报名烦恼袂晓讲，不过经过实际行答，透过互动式学习，提供大家口语练习的机会，也提升学习的成效。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咱个来看，民国党的东港中共产党注心推广在地文化，最近是开8家长的体验课程，要甲正珍贵的宗教的顶头文化传承落去。一笔一画用白色、红色、甲乌色豆豆画出家长的面容甲眼神。屏东东港共善堂举办体验课程，让学生囡仔了解家长文化。我们要颠覆地方上对8家将、10家将的印象，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说8加9嘛。但我们共产党都是子父传子，所以说我们里面有很多是第3代的。我们利用办这个来，可不可以召集很多人进来共同参与，让很多人去了解家将文化，不是你们想的说不好的。家长文化来自成丰爷身躯边2位神尊7爷甲8爷的神话，讲的是圣义、善甲恶的观念。共善堂透过课程，提供学生一个接触家长的机会，除了传承信仰文化，嘛希望会当改变社会对家长的刻板印象。囡仔人头一届练习画家长的面，大家拢感觉真心实。可能平常不会接触到这些家将文化的东西，然后这次来屏东，感觉还不错，就是学到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就是学到上课学不到的东西。带我们嘉义市这边的孩子可以来了解一下屏东这边的东港这边的在地文化。趁东港野王祭典的期间，共善堂举办系列的活动，让家长的信仰文化会当流传，嘛伫后一代的生活当中定根生炭。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新是为咱来看，伊拢一项宗教，也是结婚证书顶头哦。用纯手工的彩绘创作一幅图，拢爱画半档以上，是真够工。这项艺术嘛，已经伫2023年12月份，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做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正专心伫咧画纸顶头画出色水正白又阁正水的图案。伊朗艺术家艾格米里正伫咧设计一种敢若是太阳画做直径差不多50公分的图案。这是一种源自古代传统艺术，因为拢是用手工画，一幅图就要画6个月。این کار اصطلاحاً به این نوع کار میگن شمسه. من خب طرح شلوغی داره. خیلی فکر میکنم حداقل 4 ماه دارم کار میکنم. 1 ماه 1 ماه و نیم دیگه هم زمان میخواد برای تموم شدنش. 艾格米里用正油的笔，加天然的颜料精准的画起纸顶头，创作出复杂的花加宗教的图案。这款天然颜料内面包括黄金，会用纯金来做颜料，除了看起来水，另外就是用黄金来传达作品的价值。با ارزش بودن اثر رو القا میکنه. ترکیب بندیش با رنگ‌های مختلف خیلی خوبه و مهمتر از همه که توی سنت ما این طلا یه جورایی تقدس داره و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ما از طلای خالص در واقع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توی این ترکیب توی ترکیبمون. 伫即马电脑画图正流行 ，AI 人工智慧辅助设计时代，这项有几多百年历史的朴素艺术，更加看出伊的价值。几多世纪以来，这款精美的艺术品是用伫咧装饰文学手稿、宗教文本，也有一寡结婚证书加商业的契约书。 ولی بیشتری مشتری ما کشورهای حوزه خلیج فارس هستن. اونا خیلی خودشون تذهیب کار نیستن، تذهیب کار نمیکنن. ولی بسیار علاقمندن. خیلی علاقمندن و میگم شاید بالای 80% آثار ما تو کشورهای مثل امارات یا قطر اونجا فروش بره.
因为伊朗、土耳其也塞拜然甲乌兹别克请求，这项波斯艺术已经伫咧2023年12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埃格米利亚认为，这嘛已经看到机会，这种艺术以后可能会愈来愈流行。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咱来看泰国曼谷一间野生动物园，最近有2个月大的河马是真清，网络顶头有真侪伊真古水的影片，嘛写真侪游客来动物园哦，咱做伙来看卖。伫泰国曼谷东南边的绿山野生动物园，有一只名叫做大跳肚的母的侏儒河马阿姨啊，细细只啊，身体圆润润，保育员敢若是安达天幕同款萌叶下海，实在有够古锥。大跳肚有当时会向保育员使性地嘴开开，想要甲夹伊的手，去不别的情景，互人看了就好笑。这款画面经过社群媒体传播了，互大跳肚变做网红名称，逐工拢有真侪游客来动物园要看伊。动物园表示，伫最近礼拜假期来园的人数增加要到2倍，有游客一早起7点就开始排队，像伫咧开园的7点45分进前，等咧要买票，入去了就直接走喺河马区排长队路长，互园方重新规划参观的路线，互更加侪人会能看到这只大跳肚。这2个月大的大跳肚，伊的相片伫咧社群媒体是4月传，所以动物园也做一寡正古锥的图，定期伫咧粉丝页更新。也使一寡大跳肚的周边产品。大跳肚是绿山动物园上老的河马伊的查某孙，这种侏儒河马是濒危不整。根据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调查，目前全世界只敢剩2000多只。日本爱知县长国市一间动物园的南非骑河品种，八月底伫咧动物园方面安排的消暑活动休闲的受水，因五尾因为伊脱队孤单一只走去海面上，动物园方面是开始救援。因过山拄着风台闪闪，一直拢无找到品种，因阿所发出的协助找寻的通知也一直拢无回报。这只6岁母骑河品种伫动物园出世，无长期伫咧海上活动的经验加求生的技术，本来就是讲无啥希望啊。要伫咧吹背接到通知，讲伫咧45公里外的海边啊找到品种。动物园替品种做体检，发现除了体重较轻以外，其他拢无大碍。因若品种伫海上漂流到2礼拜，一个人平安回来。动物园方面认为应该是风台互船无法度出海，较无互船弄着甲希望甜着的风险。因若创纪录的降雨量，提供其水源加降温的方式，所以才会当平安的倒转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大家在地报新闻，阮是伫云林的北港哦，天气是真好。下晡的天气，咱嘛来看各地详细资料。今仔下晡新闻伫云林北港的五湖树海园的会场现场来放送，咱看到国内工艺家有真侪真优秀的作品哦，嘛看到地方对文化传承的热情，佮大家对信仰的虔诚。台记台会继续深入来找找台湾文化，到在地来陪伴乡亲朋友来了解咱国内外的大代志。今仔真感谢北港乡亲的收听，佮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陈淑君。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